亲自谱唱新曲。我是一个戏曲演员，是舞台和广大观众造就了我，所以很想念他们。我家宋朝大诗人苏东坡的手3条歌头，谱进我的身心，倾吐我的心愿，但愿神长久，千里共顺。2016年3月11日至13日，《千里共婵娟》全明星版王文娟派越剧专场在天蟾逸夫舞台上演。这是一场接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演出，开场便是倾倒众生的惊艳。90岁高龄的越剧大师王文娟，那个记忆中几乎象征了曾经辉煌时代的林妹妹，在学生们的簇拥下，步履轻盈，姿仪娉婷，依旧如青春少女般熠熠生辉于心爱的舞台。这明月映照，宛如仙境，不似人间。这眼前的一幕幕戏，这眼中的一片片情，这心头千丝万缕满满神醉的回忆，这真是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孟丽君中的孟丽君，这是珍珠塔中的陈翠娥，第3个是西园记中的王玉珍，第4个呢是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这是惠梅当中的惠梅，坠鱼当中的鲤鱼精，还有春香传当中的春香，真是个个精彩。老师，我们今天每一出都要演吗？那怎么行啊，太长了。今天啊不演这一戏了，因为这一戏上是我有一个专场，那么这些节目呢观众都比较熟悉的，《红楼梦》专场啊，还有那个孟丽君专场，还有杨克维啊，还有好多戏。那么今天就不演这些了，你们休息吧啊。今天我安排是这样的，好多节目可能观众不太熟悉，有的观众可能还没有看见过。这都是我50年代演过的片段，有一些唱段呢已经是失传了，所以我这次啊都把它整理出来，可能对我们后一辈呢有一点参考。这场盛况空前的演出由王文娟老师亲自点戏点兵，来自浙沪闽各团的王派子弟与明星女婿们齐聚一堂，戏码汇集了王派与各流派早先合作过却久离舞台的4折经典老戏，2段旧唱和王文娟为此次演出亲自制曲创作的一个开篇，个个都是高潮，场场令人拍案。台上华章纷呈，惊艳到失语，自然有幕后的故事空前精彩。这次千里共婵娟的专场，那么演出呢确实是比较不太容易的。为什么？因为每个阶段它都有任务要演出，那么导演呢蛮辛苦的，他呢要等哪个演员有空，那么他才能安排。这次越剧院也是大力支持，趁节前后呢就是演出比较频繁的，导演只好是见缝插针，不是像正规的一个阶段排练一样，
今天排哪一场，明天排哪一场，哪些人，这个没有这么的顺利。这是一场筹备了1年半之久的演出，观众早在年前便已闻风而动，引颈而望。连演3场，票房场场高清，各种辛苦不易都是可想而知的。上海的声音节目组一路紧紧跟随各位名家，收集探访各种感人至深的动情点滴，终是书写一篇表扬好人好事的好文章。突然间这次演出的我的学生呢比较多了啊，另外呢还有嘉宾，是很不容易的。总之我是心里又感动又激动，对吧？很感谢。90岁高龄的王文娟老师为了这场演出，数月来每天练唱1小时以上。她亲自点兵，挑选了最适宜的学生，传承这些她心爱的作品。所以说模仿就是很复杂的，不是简单的愤怒，也不是简单的。那他有，因为这个剧本那个原创是他，所以他当时根据自己对武则天这个人物的理解，也是根据市场的需求，他就是拟了这样一个初稿，然后把它组成文字以后呢，在舞台上演了将近3个月，然后最后一站走到了深圳。那么时隔这么多年，老师其实他非常希望，其实在80年代甚至是90年代的时候，他都希望自己能够登台把这一出武则天呈现给观众。其实老师一直很希望我能够把武则天这出戏整本戏能够吃下来。那么这次这样一个契机，其实是老师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折子戏能够穿针引线，这样的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啊。我是在年前吧，几月份接到老师一个电话，就是说叫我参加他一个专场的演出，然后他告诉我说这是一个老腔老调的一个老戏老唱段，然后他告诉我是珍珠塔哭塔，我没听到过，我就到网上去查了一下，然后没有，从来没听过。然后我去网上查了一下，听了一下，我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我觉得很难拿捏这个，因为老腔老调的这个，我们好像不大会掌握这个唱法上都好像有点不同。学习的过程当中，我非常喜欢老师的表演，然后他的那个唱腔。虽然是平铺直叙，非常质朴，但是他，特别的有内涵，尤其是他的表演，我特别喜欢。因为年纪慢慢大起来以后，就发现老师，的这种一颦一笑啊，或者说是一个转身啊，或者说是他在这个里面，你可以感受到，你可以理解他了。小时候不理解，大起来慢慢就理解了。比如说一些唱腔，原来唱的时候大家随口都唱，鸟落地啊，大家都会唱。但是你真正的进入到那个，林黛玉的心灵世界，走进那个唱词里面去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哇，这里面学问好大呀！然后你再去看老师的这个视频、电影也好，还是这个平时的演出视频，你就发现，哦，原来内涵，就说这个人物的这个内心是这么丰富的，你永远是这个琢磨不尽的，就感觉到有很多的东西需要你去。进一步的去探索，而且永远觉得学无止境，有这种感觉，特别深刻。那天我突然间家里的电话响了，然后我就看，哎呦，这个电话，因为平时老是跟我打手机的嘛，那天突然间打在座机上面，我一下子这个电话怎么那么熟悉？但是我还没反应过来，然后我拿起电话，老师就说，小苗啊，老师要叫侬演个角色嘞，就这样，所以他是亲自打电话给我的。反正我们学生就是尽好自己的心意，老师要我们唱什么，我们就唱什么。那么接到这个任务，我自己感到很惊喜的。其实从那个一接到唱腔开始，老师就开始手把手的，包括老师希望就是我们到家里去，老师就是把他原来老的唱腔，他一句句的教给我们。这个一次的演出，作为我来讲，老师喊我参加，
我也是非常高兴激动，倒不是讨我真的，因为我是54年进来，就一直辣王老师旁边做配角的，是吧？这个一次再能够参加新人完全不同。过去好像年纪轻，随随便便的，反正一直辣老师旁边，只戏逃不脱的嘛，是吧？蛮随随便便的。但是作为现在来讲，我年龄也不小是吧？是吧？还是8张分以上了，能够再得老师参加老师的一个演出，心里感觉到下去珍惜。这个恐怕也就搿能样子。一次的机要是有了长短的人呀，对得起你的心妹妹。好的，很好，打个点。作品都是九黎舞台的昔日名作，但是给学生们唱，学习的难度也是极大。习惯了唱王派经典的这些经老师百般斟酌挑选的爱徒们，真唱起老唱腔来，还能够博得青睐吗？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一个个压力重重。为老师唱了开门第一曲的是大弟子孟丽英。红娘叫门，有几人曾听说过王文娟的红娘和孟丽英的王派呢？相当珍惜，我也相当重视。我可以讲比我以前演戏还要重视。为啥呢？因为搿趟唱的老师还是过去阿拉没听到过伊搿个唱，因为王老师演戏，阿拉自从跟了伊，有一直是以大家关系是小姐搿种身份啊，以红娘这个一类角色阿拉没看到过，而且也没听到过。老师呢叫我唱搿只是红娘开叫门这个一只戏。所以我自家觉着，虽然不是讲戏老多，但是我自家觉着胆子蛮重的，不像过去随随便便。哪能我有那是辣辣想，哪能搞头啦？搿趟我反而好像我要推脱所有的物事，要学这个老腔老调，是哪能拿伊唱好，还拿伊背出来？我到底不比得过去了呀？随唱随演，现在觉着自家，但是要背出来。唱腔要学会，是吧？搿个一点是讲蛮重视的。我自家感觉上不比过去随随便便。我总而言之一句闲话，我非常珍惜。金怀不扬张须在，秀才能知天下事，睁眼笑是不明白，睁眼笑是不明白，你会了。来么三船夫人相老，这那什么？你们是夫妻相对，他是相对是哪儿？这你是赞成这次婚姻的，只不过有点气，然后扔到外面，就是这意思。侬第慢慢走下来，侬这个不是西装人，动作要收敛，但是每一个动作呢要比较精炼，要质量要高一点，懂吗？就是讲，就是我都小弟的，因为我这里没不过侬蛮好的啦，侬吸收不了。我找扫地，做点改发啦。侬做点改发就好了。侬搿就搿能轻松的演，侬就搿能演，观众会都觉着老开心的，侬晓得？哎，就觉着老好白相的，老可爱的。阿拉来看的话。这样就一个是去敲门，要去追门，刚王老师啪一个去追个门，还有一个呢，最后呢，恩爱两人，哎哟，搿是最好事体啊，就好，搿个结束。当中你改发做脱掉好了。搿个也蛮好啊。哪里一句？这个侬也蛮好的哎。当，让黄水回来，当，走出去，是啊。那么侬这个
这个点出去呢，一定要搿能点，侬不能啊，搿能就侬刚刚有点搿能介，侬现在搿能回了，侬到底到后头变成搿能介，搿难个，就是1、2、3，搿能介点，点起来，朝上头点，朝上头点，你不要朝伊朝后头。好，侬搿能点，这不侬好，搿能点出去，搿能点出去，伊拉搿种经济界里向头、公区界里向头搿红娘侪老调皮个。老师，向你献上一首新话，祝老师健康长寿。孟老师，您也是王牌弟子吗？是啊，我姥姥57年就拜老师为师了。哦，这样说来，您还是王文娟老师的大弟子啊！我们掌声有请孟丽英老师带来《红娘》选段。有点紧张了，老师，侬姥姥我更紧张了。王老师，侬看看伊平常个人呢，伊随随便便个，蛮随和个。我用句土一点个闲话讲，王老师人老好白话，但是伊辣台上啊，
一丝不苟，一丝不苟。因为我是54年开始跟伊嘛，只戏得伊搭徐王老师一道搭嘛，搿是我有数的。伊拉搿个戏啊，真是好像一杯茶一茶，相当浓，吃几铺泡下来还是蛮有味道的。甚至很少有人知道，原来丫头王梦丽英才是王文娟的第一个学生，正宗的开山大弟子。王文娟对这场演出倾尽心血，天天守在排练场上，百劝不回。83岁高龄的大弟子孟丽英，日日相陪恩师左右。搿辰光辣辣1957年，兴起一个拜师会的高潮，那么领导人呢就拿我分配拨了王文娟老师拜师。那么迭个辰光呢，侪是由领导分配的。葛么阿拉是讲拜师会呢，仪式呢也是蛮简单的啦，就是向老师鞠3个躬，就搿能算是拜师了。所以迭个一个问题呢，外加晓得的人蛮少的。为啥呢？因为讲起来拜师，拜王老师，侬应当学黄派咯。我唱的勿是黄派，迭个辰光我是搿能样子想，老师是标准的黄派，我蹲辣伊旁边再唱黄派了，肯定唱勿像的。我觉着要学得伊是真的，必发必真的，非但是音符学会，而且连嗓音各方面侪要得伊下去接近。葛么迭个黄派学出来呢，是正宗的黄派了。所以我觉得我没具备迭个条件。再讲蹲辣王老师旁边唱黄派嘛，我便是饭店门口摆桌摊了呀。第一个正式亮相的折子戏是聂荣萱与黄慧的晴雯之死。这上根本就被唱，我叫牺牲了那观众听不听到都不要紧，那个意思是，侬一定要自家起不来，起下来丢下去，再唱起来，再唱起来，再唱起来，听不是？对吧？那我就被唱。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付我？我就来了哭了已经。侬为啥要搿能样对付我？这一对是千里共婵娟剧组中排戏积极标兵，被戏称为3号学生。晴雯之死是王文娟老师和陆锦花老师在50年代演出的一个大戏。那我们晴雯之死呢是其中的一则啊，所以王老师这专场的主题呢就是说，就是想把以前演过的，就是20、30年代、50、60年代演过的戏，还没有什么搬上舞台的剧目搬上台，所以这次的专场基本以这些剧目为主。所以我也很幸运的担任了这次晴雯之死当中的贾宝玉一角的扮演。王慧和明熙伊拉2人呢是晴雯之死，伊拉呢就是讲是相当的就是讲认真，就讲伊当然伊拉压力也蛮大，就讲因为叫啥个搿个戏是新戏，所以呢伊拉就是讲2人配合得老好密切，天天辣排练从早到夜，不断的排好子还不够，还有排。就讲辣搿个不断的排练过程当中呢，就是讲把伊拉2人磨合起来，能够就配合起来，能够展现出伊拉今朝的水准，就讲还是不容易的。不论今天排的是谁的戏，到处总能看到他们俩的身影。甚至有时同一天在不同的排练场上，都有这位陆宝玉来回穿梭，两头奔忙。
着实，徐王版《红楼梦》经典的高度给陆宝玉带来了巨大压力，而且演出中还有那位演过1000场《红楼梦》的著名宝哥哥在旁看着呢。王宝玉给抢我死！哎呦，王八娘，这个好王八娘好了，你就打。这假正了这个我鼻子，哎呦，要包人，这个包人。好，咱两个里面配个嘛，喏。哎，啊，两个人对女说啥？挺女长的吧？挺女是吧？那俺配俺黑个嘛，我叫于金无用啊，就是啦。伊拉诚心，伊拉配。哎，你真的吗？哎，少年哦，伊觉着可能打我不打，今朝伊特地为我特地为了。那我给我配，气死了！两个死了，这两个死了。哎呀，那气死了，气死了！哦，你气死了！这个好像我配气个了，哎，我气不那个了。没有气个好吧？有的两人在，有的你头是啊？哎，那么讲你了，我唔讲啊，你呀，你要我呀，侬是我人家吗？是我人家，我老想你的呀。你弄的呀。小因为对于我来说，可能排练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啊，所以我非常的珍惜这次机会，总想把自己做得最好，所以呢，这次排练当中呢，导演啊、刘老师啊，或者是王老师啊，反正每次的排练都会给我每一次的一些细节的东西都会给我指导启发。你的搭档也很好，一直陪着你在排。对呀。那个王慧姐姐也这样的，每次我们两个人就是很晚都才回去，两个人。上海的观众对海宁越剧团的这位王派花旦密游仙并不熟悉，但是他的声音一开口一咬字，这掌声就没有断过。最主要是我觉得把它的原汁原味的味道能够传承好，不要去动老师的一些演唱上的一些风格，包括那些特点，包括咬字，就先把它学习好，学习下来，对，然后再考虑发展，对，再去创新，我觉得是这样的。这样的话，把那个王派的那个原味可以保存住，要不然你现在如果是全部去创新的话，可能作为学生来说还没到这个点。那老师也给了你很多指导，对，老师到现场去看你们排练，也给了你们很多指导。对，老师就是一直在跟我说，青云是怎样一个人物啊，他在这样一个那个贾府里面的那种待遇啊，那种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嫉妒啊，贾府对他的那种怎么说呢？反正是他这个性格造成的吧，他这样一个人，所以他的性格是很刚强的，直言不讳的，但是偏偏说真话的人，他却招来了这样一个被人被人嫌弃啊。所以我觉得这点对你们王派的现在的这些青年人来说，可能是很幸运的一点，就是你们的老师现在他还表演得动，他可以跟你们讲，他可以把手告诉你们，我当时演的时候是什么心情，什么感受。对呀，我好幸运，我真的好，所以我接到这样一个任务，我很激动，当然压力也是有的了，但是有老师在身边，我好像心里面踏实多了，真的很幸运的。你不要这样子，你好好演练，等见不完了。早上把你去为院子里说，我话语什么可以说的？我不过是爱一看，死一看，新闻爱一听，死一听，新闻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新闻而已。冰天里，冰冷水，手家海岸多情。
3役戏马陈小红和吴凤花演起了《踏伞》。这2位各自本身的工作超级繁忙，又与剧组绍兴、杭州、上海分处3地。吴凤花还有跟我的学生陈小红一起演出的一个特赛。那么吴凤花同志春节也是演出非常忙，没有办法到上海来拍戏。那么我的学生啊，他这样讲，他说老师啊，你不要担心了，这个吴凤花老师不能来拍戏呢，就是陈小红讲，我替老师多做点事情，让我到那个吴凤花老师那边去拍，就他在哪里演出，他跟到哪里。他在那个绍兴，他就到绍兴去拍戏。那么吴凤花同志呢，就是我邀请他来参加的时候呢，他也非常热情的支持。他说王老师年纪那么大了，那是不容易的办个专场，所以他非常热烈来参加。他来了以后嘛，调了几个角色，一个本来请他做那个鲁陵王。后来嘛，又想请他做白毛女的大春，后来还是决定请他，参加特伞。所以呢，特伞这个戏呢是川姐那里学来的。本来呢是万老师跟李瑞英呢演的比较多，但是我跟万老师呢也演出过。这个戏呢，我觉得也是很轻松，也是很活泼的戏。所以这次也请他们参加，所以他角色的变动很多，但是从来没有一句什么怨言啦或者不愉快了。他说你叫我演什么我就演什么，那个是我非常感动的。毕竟是王老师这么一个盛大的一个活动，我想本身能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机会也很难得。我也希望就是我是代表绍兴小百花一个团队过来，也是作为一个范派弟子，对一个经典的一个重温，我希望能够体现好。那我就是看他的这个路子，或者说他的一些川剧的形体上面的一些比较好的东西，然后看粤剧的，粤剧也看得好几个版本，然后我就把这些信息传递给吴凤花，然后希望他能够借鉴一些。那他根本也没有时间。后来终于2个人凑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他也非常就是愿意跟我说的这个东西，他也非常能够领会，或者说是能够接收，然后大家一起。你补充一点，你添加一点，就，虽然时间短，但是还是能够，互补啊。我觉得这个快的就把2个人的对手戏给捏在一起。你放掉，这里就放掉啊，放掉。那我是那我是这个啊，这是你的是两次。你看他给我生用的啥？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你还不来说？你好不来学我？君子啊！我君子中百岁，那我是感觉，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演员，因为他有经验，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舞台上，一些调度啊什么的，你来我往的，其实眼睛余光看到以后，他能够补我，或者我能够补他，这些是很难得的，因为主要是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这个演员。从艺近30年来，最紧张的一次，因为近期嘛，团里是演出旺季。那么踏伞这个戏，其实作为范派的学生来说，不算太陌生。以前我学的嘛，是会唱的，应该是吕老师跟陈琦老师，就是老师后期比较一个成熟的一个观众有基础的。我也是第一次听王老师跟我们家老先生合作的，因为这是一个50年代的一个作品。那么就是老唱腔跟早期的唱腔有点打架。那么作为我来说，就是努力的去
临摹，那个年代的唱腔，所以说，从熟练的程度来说，肯定是不完美的。但是我是觉得，我跟搭档陈小红也是尽最大的所能去努力的，以最快的速度去进入状态。小红呢，也是考虑到我团里演出任务多，她是专程赶到我团里来了2天，就这样。尤其阿花外头演出的程度是真的是满实，实在满了不得了。但是伊可以就是讲短短的吃饭当中要演，困觉不要再讲背台词，火车上背台词，就讲伊就是讲就短短的几天里向头就那个本子又背出来，对吧？那个川剧的一个版本。和阿拉老早子王老师的片段哦，这么老早子大概可能阿拉粤剧的搿种老早最早的搿种版本，伊就是讲片段的，但是勿完整的，有大概10分钟辰光是空白的。葛么伊就拿迭个整个完整的，就是讲搿几只版本里向头提炼出好的要素。加快能够比加起来，能够辣舞台浪向要毛40分钟的辰光的就是体现。搿个对伊拉来讲是，而且呢，伊拉相当流畅，而且呢，我觉着伊拉有一定的水准的，对伐？当然，假使讲有的辰光比伊拉或者磨得更加好点，伊拉会得实际上伊拉的水准还不是这么一点，还会更好的。弄错了，你是何人到此地？望在夜明发神气，素不相识的马路人，为我大声将我小红也不错，小红因为伊是哈2个集团的啦，就伊拉2人碰头的机会老少的，就讲伊拉2人能够来一道排练的机会是相当少的。葛么就是讲。更加短，大概所有阿拉搿个版本里向头，迭个一张里向头，基本上就是伊搿个辰光是排练最少的。也就是讲，伊到上海来之以后，上半日阿拉是做鼓班排练小排，下半天大一台排排，随后再来一遍服装练排，也没彩排，夜到就直接演出了。所以呢，对伊来讲，迭个是成熟了，是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正为伊拉有得老厚实的功底。都是伊拉个敬业的精神，所以呢，就是讲，我觉着伊拉2个人搿只戏做得相当不错。什么我的举动可疑？你为什么三不四会将我惹来呢？哎呀，我教的是这里，哪个就是我惹来？你说什么？叫这里？哎，惹来。原是一时之差哦，原来是一时之差哦。君子，那谁里是你什么人啊？他是我的亲妹子，那怎么不见了你？哎，这位小娘子啊！我赶到绍兴小百花来给他们对谱子，但是我感觉到就是有气无寸花，是不是？太忙了，对不对？他实际上就是。这1天半的时间，就是他是利用什么？就是他本身剧团演出的空余时间在这里排，对吧？马上又要演出了，演出完了，排完以后演出完以后再又参加我们这个王牌艺术专场，所以我感觉到这个同志，我感觉到确实是很不容易。吴凤花演出档期实在太满，彩排之夜还在下乡演出。辛苦了作曲罗继良老师，只得提前带着曲谱赶到绍兴。真的好久不见！哎，就是你来了，我带着总谱过来跟他们核对，因为什么呢？明天就连排了，后天就演出了。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就是，我错了好多嘛。我是绍兴，我熟悉的嘛，我这就过去就算了。借少柏的琴师，古板将两人的对手戏排好，再由本节目组帮忙录像带回上海，给导演和古板参考。一边核对，一边修改总谱。幸而罗继良老师是著名的快手，随改随定，紧凑高效。对吧？你看这一次那个陈小红，对吧？今天排完以后，明天还要上课，对吧？上完课以后，连夜还要赶到，自己开车赶到上海。大家实际上就是一个是对粤剧方面的一种奉献精神，还有一个呢，对我们王派艺术的这个也是一种奉献精神，对吧？就是传承嘛，对吧？他们，我觉得他们都做到了。那么我们的叶代同志啊，一面演出还要操步，抽时间操步，还要练药，还要来排戏，他们也是非常艰苦的。我们的足球啊，我们排戏都是非常紧张的，所以他们那么热情的对我支持呢，我心里也觉得，虽然是这一次不容易，但是心里还是蛮愉快。蛮感动。王派跟范派，其实这一些老艺术家，他们的多种流派的合作，我觉得是每个戏有不同的魅力。不管是早期的也好，还是近几年创作的，我想作为剧种的发展来说，虽然希望他们是台上的黄金搭档，就像范夫也一样。这是一个舞台的伉俪的一个组合，但我觉得不同的流派组合还是能够展现自己不同流派独特的魅力的。作为学生来说，我希望也是一个学习重温的过程。所以说这几天稍微有点神经兮兮的，天天我说要好像有点踏伞癌一样的。天天扎在这个录音里面，毕竟磨合的时间不多嘛。君子啊，你读过书吗？何书不读，哪书不晓？那我倒要考一考你啊，请考。关关之句，才华。求不求得到，像你这样一位实话实有的姑娘哦。我也要问问你，家住哪里？姓什名谁？是好人
华人啊，我啊，你听了。要接场一礼，刚才见过你了，有道是礼度神功啊，还有个礼度神功啊！来来来，重去，我要请了，请。我的学生们有的盲丽音啊，还有那个豫剧娃呀，都要唱老调。老调嘛，他们唱起来也不太习惯，他们现在非常努力，才把它唱好。尤其外地团，每个团里向头搿些侪是主角，都是台主，所以呢，就是讲伊拉克服了种种困难，那么就是讲，又要就是讲自家团里向头就是讲保证就是讲手上演出，又要到快来排练，排练嘛，搿搭排练嘛，当天排练当天下来当天去，伊拉路途老辛苦，但是伊拉勿厌其烦。就讲这个配合默契配合的，就讲阿拉个日常的安排。我看了蛮高兴的，哦，不是好像随随便便，他们都对艺术非常勤奋，啊，不管自己工作有多紧张，或者安排的时间又是比较松散，但是有时也是很紧张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每个人都是非常努力的。
有好多的是用老腔老调，那么有的那个片段，几乎已经失传了。我这次把它整理出来，譬如像曾子他，那是施工调、施工腔，现在呢由余继华他来演出的。于建华离开舞台已有15年，接到王文娟老师的电话，他压力着实不小。这段珍珠塔哭塔原本定的是清唱，如今要改彩唱，内心很是忐忑。我当时的时候，这个定的是一个清唱的一个唱段，然后后来说要彩唱，然后我说我是排练的比较少，我就是上个月才刚刚来来了一次，就这样。然后老师给了我很大的那个，他说你放心好了，没事的。然后那天排的时候，他还年纪那么大了啊，还亲自给我示范呀什么的，我真挺感动的。余继华这个孩子呢，他胆子蛮小的，平时老师家里他一个人也不好意思来的。有好多的朋友提出，觉得余继华这个声音好听，唱得也很好，那么我就叫他来演那个曾子他。已经大概有15年了，离开剧团了。对，我现在在文化馆，在湖州文化馆，就说已经有15年没有上台了的，所以我有点担心。老师说没事的，没事的，你放心好了，不要担心。他说，余继华呢，他好长时间没有上舞台了，就是我10年前搞过一次专场。他来演出的，那么那次演过以后呢，他就没有上过舞台。这次上呢，他非常紧张。那我一直是鼓励他，你不要紧张，你还是唱得蛮好的。我紧张，我应该还是紧张。老师心情那么好，还能够对我很开心。对，台上对我觉得老师这精神真的值得我们这包括我们下一辈大家都要去学习的。真的，因为我自己好像很难做到，老师，哪怕像这种，他到90岁了，他对，还那么的执着，对，细节他也是，就是啊，他这亲密性，我都是排练场里面，我看他从早到晚，我真的是又心疼，但是又敬佩他，真的。余继华这段唱呢，本来是F调，现在是变了G调。实际上里边唱的音乐呢，改的不多的，这个可能观众听起来嘛有点不一样哦，但是他本身来讲还是蛮努力的。为让许
李敏和钱惠丽唱起了同为经典的徐王版《楼台会》。这是在吴凤花的眼皮底下唱人家的拿手戏呀。钱山伯也算是报了被陆宝玉抢去演宝哥哥的一箭之仇了。越结缘呢，总是说王老师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拿钱惠丽来讲，我是惠丽啊，你身体不太好，演出又是那么重，又来陪我的戏，我真是不好意思，谢谢你。他说王老师，你怎么讲这个话呀？你跟我的老师是一样的，你的事情跟我的自己老师一样的。他本来要搞一个专场。他准备搞一个专场，为了要参加我这个《千里共婵娟》这个戏呢，他把自己的专场呢推迟。而这次呢，王老师就要求我跟黎明搭档演出这个楼台会。其实我跟黎明还是头一次搭档。我们熟悉是很早就熟悉了，没有正式搭档过。当时我是有顾虑的，我跟王老师说：“王老师啊，我说你给我挑一个比较熟悉的哦，我可以省力一点，因为楼台会呢毕竟是有30年了。我说那么长时间没唱了，说实话脑子里边呢范老师和傅老师的旋律印象比较深刻，因为他们是经常在演出的啦。然后你要我去背那个范傅老师的唱腔和表演，我几乎都基本上能够背得出来。但是徐王老师的呢，毕竟演得少，那么我是跟王老师想贪婪嘛，我说王老师啊，你给我简单一点吧。然后王老师说你们都演过的，这个只能你演。那我想好了，我跟王老师就不要讨价还价，王老师您说啥就啥，所以就这样就确定了演这个楼台会。他这个里头为两三把的滚进啊，他是很激动的，那是真是很吃力的，就是演员来演戏是很吃力的，所以呢，他还是3场戏都演出来，自己的事情呢活下来支持我，我真是非常感激他的。徐王派的《梁祝》呢，是我跟王志平1987年，我们2个人，徐老师还是导演，他给我们排的。86年我们刚刚从浙江调到上海豫剧院，然后87年正好接了这个新加坡演出的任务，然后当时带了3个戏，一个就是《梁山伯祝英台》，一个是《红楼梦》，一个是《追鱼》。那么3个戏当中呢，《红楼梦》是志平和养平呢分别。分上下半场，养平是演后半场的林黛玉，志平是前半场林黛玉。但是梁祝和追鱼呢，这个旦角都是王志平，然后3个台戏的小生都是我。那时候在新加坡演出的时候，可以说我们是去垦荒的。新加坡从来没有看过越剧，但是梁祝的爱情故事他们都知道。然后新加坡的观众啊，到现在为止，就是我们。去年11月份去香港，参加艺术节的时候，我们去演的是双飞翼和甄嬛，还有其他几台大戏。新加坡的观众到现在为止还记得我们当年1987年演的《梁祝》。为了这场千里共婵娟王派专场的演出，李敏真是费尽了心神。千里赴盛会，尽他对老师的一片心意，表他对师门的满怀感恩。看到了，老小这腰身，我的胖能小腰身，一个小腰，小腰身，对了，好啊，你看出来就过来，赶来，那一起，
应该现在不罢了啊。阿拉不罢了，好，罢个地方也没。好，好，那么为了讲我只要过来，侬过来，侬觉着我只要过来好呢？我随便弄，侬巧帮我过来随便弄，9号还不要紧，反正10号演出呀，对吧？哎，跟我帮我过来好呢。哦。你讲李明来说吧，他跟钱伟丽来合作，他是非常兴奋，非常高兴，也蛮紧张的，啊，他前一个时期嘛，演了一只女巫嘛，演了这演的好多场了，反应都不错，而且呢，演的也不错，啊。那么这次叫他来演刘代为，他没有演过这个戏，他是很紧张的。那我只能鼓励他了，叫他不要紧张。拿到稿子以后，因为我一直在听老师原来的楼台会的唱腔，那么结果接到以后是不一样的。那我就问金良老师打电话，我说，金良老师这个唱腔就是这个样的吗？因为跟老师的原来的不一样嘛，所以修改的。所以今天老师说这个唱腔是老师一字一句把关过的。哦，我说那好，那我就按照这个曲谱先把它学下来了。那么然后确定了排演时间以后呢，他总是非常准时的。比如说早上要排练的话，他一定是晚上就到上海了，而且呢每一次他都是基本上他都是做到穿服装的一个排练。那就进入这个排练阶段的话，那老师还是就是包括出场啊，包括什么的，是他看得非常认真的。包括我的走的台步，他一定要叫我要往当中站一点。他又说我有个毛病，老是往边上站。就是你演的时候呢，不要跟梁山伯呢那个距离拉得太开。这个戏是2个人的戏，那你必须要2个人要集中一点，是吧？不然观众看戏要这边看好，到那边看，这个是吧？蛮吃力的，那个戏都要散掉的，叫他那个位置呢要靠近梁山伯。后来他慢慢的也习惯了。我一方面鼓励他，我说你感情掌握得很好，啊，演得也不错，但是你的地位自己注意一些好了。就这样，他慢慢也不紧张了，演下来了。福建省芳华粤剧团是尹桂芳大师创立的剧团，李敏在芳华唱本宫唱腔的机会并不多，在老师的专场上与那么多同门师姐妹一同演出，对他来说既是学习也是考验。为了全力以赴投入到专场的排练中来，他甚至推掉了对他个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演出。到最后我们知道老师的这个定了是3月11号跟13号嘛，那其实我们前期就是那个钗头凤跟梁祝是3月8号，已经全部定好了，3月8号、9号嘛。然后那我才1天时间，其实我心里不踏实，我也怕老师着急，所以说就跟演出主办方说，能不能，因为这个是第1站嘛，所以现在这个嘉兴这一站是改到后面去了。那我自己心里也踏实，也好，老师也好放心，我们早到了，老师可以踏实。愚兄这么冤你可知道我为你一路上等等
说句实话，其实像我在福建啊，包括在影派剧团，我唱这个王派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因为我们从小学的就是芳华的看家戏，然后向来就是徐王是搭档的。那影王的话，那就本宫大戏我就一直没机会唱，所以，第一个开放戏就是韩琦所期嘛，就是李金凤老师的，因为是我们芳华的看家戏嘛，所以我到现在为止就是在芳华本宫大戏我确实没有唱过，但是我会利用就是一些小的节目啦、小的晚会啦，包括自己创作的戏，我尽量的去唱王派。那么还有就是，其实像这两个最近这2个戏，包括女驸马啦跟钗头凤啦，我都有向老师就是就是请老师给我就是指导，请老师给我斟酌，包括唱腔的处理。所以说这几年应该来说，我感到非常幸福，因为得到老师就是指点的，包括就是提携的机会我会更多，所以我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压台大戏终于要登场了。武则天是王文娟一直念念在怀的心爱之作，由于各种原因，也是久绝迹于舞台。王志平这次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他要塑造的这个武则天这个角色啊，应该说呢是一个非常难的角色。不仅仅是对他个人，他没有演过这类的角色，即便是在越剧史上来说，武则天也是很难演的一个角色。当年我们都听说王文娟老师把这个人物演的是栩栩如生。伊那个桩事体当中老大桩事体，老隆重的，所以压力蛮大的。因为是武则天搿只戏也是全新的，那么对大家来讲也好，对自家本人来讲也好，是一个全新的面貌。伊是从里到外，从本质到表演，到就是唱腔，伊是真的是全身心投入，就是讲伊一丝不苟啊，就是讲点点滴滴，哪怕一个字、一只台步、一个眼神，伊是相当严谨的，就讲投入到这个角色里向。这次戏我觉得比大戏都难演，因为他在很短的时间里边必须尽快的进入角色，然后观众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要接受这么多的一个信息量，而且他的百口有很多。我当时比较犯困的就是他百口很多，他有点像话剧的这种百口挺多的。那么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唱又少一点。也是外事，又算于街头旁边，令人担忧。陛下，请还。皇帝官事，纵挂皇帝下，挂说此理理。也在是花好，栽是花喜，站在犹未哭，死在讨爱归。这是谁写的？据说废太子李彦所写，是贤儿所写，才并立查证。看惯了林妹妹的观众们，怎能想象王派的角色塑造跨度之大？端庄威仪又不失母爱柔肠的则天大帝，是老师给王志平出的一道大考题。王志平吧，他演武则天也是蛮紧张的哦，像武则天这样这比较应该是庄严的。他演的已经主皇了嘛，武则天已经执政已经10几年了，这样一个人物呢，对他来讲也是第一次演，
他说老师我紧张，主要我的什么了？他说我讲不好。我们西川呢有一句话，就是天津什么思量唱，这个唱啊，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什么呢，也比较难说的，要说得好是难的。那么我知道视频人这个什么是确实是不是他的专长吧。那么他要演这个戏，我要给他补课。最后这任务是压到我身上了，然后呢，当时我心里也没底，因为这人物他跨越挺大的，对演员来说，他其实是他这个武则天人物他比较中性化的表演，那么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空白。我当时比较就是忐忑，我就拿着剧本到老师家去，让他给我在白口上的给我就是说加工，人物能够帮我梳理一下哈。那么先到我家里来，我一句一句讲给他听，他非常努力哦，而且呢，他用录音录下来，一句一句学。那么好像到他上演的时候呢，比他平时来讲进步很多很大的老师说，我说老师，我把白口念给你听，你剧本看着。他说我根本不用剧本的，我都已经熟烂于心了，对吧？他哪一句话白口后面是谁接词儿，然后是说什么样的念白，他都记在心里。这就是真的就是对艺术的执着。他说老师，我现在还是讲得不好，今后我还要努力把那个说吧演好，这我蛮高兴的啊。那么学生他也要求进步的，那个是觉得做老师来讲很高兴的。经由老师亲自教导又亲自把场，王志平对角色的拿捏愈发准确。列入郡王为太子，神平换元帅，李孝贤为不岁。你能领兵打仗吗？领兵打仗，儿臣从地请你，实在不过呀，实在不过。能在老师的身边学习是一件幸福的事儿。90岁高龄的恩师仍能如此神采奕奕，亲身示范教学于舞台，是这些正当年华的王派子弟们最大的幸事。而能有这样一群感恩知报、执着认真的学生们为拥左右，把这些久不见于舞台的心爱作品抢救性的保存下来，使后继有人，也是老师的幸运吧。网络上有观众问，王派专场为什么演的都是冷门戏呢？这些戏都很好看，并不冷门，
都是老师当年的名作，都是当年备受观众欢迎的好戏。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渐渐的没有人演了，因此如今的观众才觉得陌生。连续3天的演出一票难求，轰动了申城，也热闹了网络。各种直播，各种议论，都是对这次专场别具一格的创新模式的肯定，提示意义深远。主办方是很有眼光，也很有魄力，对吧？而且呢，做得很及时。为什么呢？你再过几年，王文娟怎么办？那么这次好，这4个折子戏可能就永远没有人去演它了，对吧？那么演来演去还是《红楼梦》啊，对吧？现成的那几个戏，对，是抢救性的保护。抢救性，哎呦，你讲得很好，就是抢救性的，对吧？对王派艺术的，就是过去有很多的东西啊，抢救性的进行挖掘，进行我们重现，我觉得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王文娟当年与各流派宗师们的合作，以这精挑细选的一台戏再次折映于舞台。弟子们的身上传承着恩师的血脉情怀，这些被戏称为王派女婿的各位友情参演嘉宾，也要逐个表扬。大家千里奔波，为了供此婵娟，都辛苦极了。钱惠丽带来了徐玉兰老师的祝福，黄慧把陆锦花老师的祝福从美国传回，吴凤花希望为范派做更多的贡献，徐明忍着腿伤登场，吴群的狄仁杰也非常精彩。王文娟老师呢，她永远保持这种舞台上的这种美，然后这种典雅，然后又是跟我的老师徐玉兰老师他们是最佳搭档。这次呢，在王老师的专场之前，我去看望我的老师徐老师，我也跟他说起王老师有这么一台演出，然后徐老师呢点点头，他很高兴，他说代我表示祝贺吧。那我说好的，我说我到时候我会唱《楼台会》，就是您跟这个王文娟老师在战场上的时候演过的那个梁山伯祝英台选段，徐老师也蛮高兴的。我说老师啊，你的嗓子实在太好。我说在那个时候你唱的《楼台会》为什么音那么高，嗓子那么好，而且又是音高和低转换的那么自如。那么徐老师也笑笑，因为徐老师比王老师要年长5岁，然后身体条件呢，目前看来呢就没有王老师那么就是有精神，但是徐老师呢脑子是非常清楚，然后说话交流也都是没有问题，只是徐老师可能要他再站立在舞台上演出演唱的话呢是有些困难了，但是徐老师还是希望我们这下一代能够对他们的流派艺术能够传承发扬光大。今年呢，正好是陆锦花老师也是90大寿。那么3月2号那天呢，我正好跟老师岳阳视频电话，然后当老师得知就是王文娟老师这次有一个专场里面有晴雯之子这一则的时候，他也非常高兴。那同时呢，也为王老师有办这么一个专场而感到欣慰，也为他高兴。还特地跟你说让你来祝贺一下，对，代表他祝贺一下。对，让我转达陆老师对王文娟老师的问候。当王文娟老师得知陆老师就是今年是90大寿，他就让我说有机会转达王文娟老师对陆老师的问候。他这样跟我说：“哎呀，没有想到小陆90岁了。”我说王老师您今年也是90嘛？不，他说我今年91，我比他大1岁。我说哎呀，老师，我说你们都这样健康我也祝愿你们健康长寿，越来越年轻。那么王老师也非常高兴，那么我把这个意思也都转达给陆老师王老师他现在今天所做的，他一生的舞台的一个剧目整理，或者说是一个经典的重温，都是其他流派可以共享的一个经验。我想无论是各大流派都有它的各自的魅力。其实作为我们这一辈来说，从老艺术家身上，其实我可以觉得从现在开始我可以做一个有心人，因为
青春就是资本。我觉得从我的年龄段来说，我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可以借鉴，做一些有准备性的一个积累。希望就是若干年以后，如果我还有那么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不光是我们饭盘，我觉得作为我绍兴小百花一个团队来说，也可以把一些剧目，无论是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通过整理以后，将来慢慢把它成为一个观众受宠、市场受欢迎的一些剧目。这是经验，其实是受益于我们这一辈的。虽然我的脚大家也知道，在《鹿鼎记》里面骨折了，到现在目前为止也没有全部好，但是王文老师的这种精神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这么高的年纪，这么大的年纪，每天都带到排练场，对我们的艺术的指点跟排练，他的这种精神深深的感动了我，也对我的一种鼓动。志平姐他们告诉我说，王老师定下来要演出这出戏的时候，就说轻点，狄仁杰要我演。我说，哎呦，老师抬高我了。我自己作为青年演员，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又是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也是老师等于90岁大寿吧，也是一个献礼，给他一个祝寿的一个形式。我是觉得，所以我觉得很荣幸，也很希望自己把这个角色演好，能够在老师这么庄重的一个演出的一个节目上能够添上一笔。我这次演出那个《千里共婵娟》啊，那么各方都支持的，所以我才能演成。要是不支持呢，这个戏演不出来的。那么就拿齐明来讲吧，那个杭州越剧院的齐明，他呢正好这段给他要拍一个新戏，拍一个新戏，导演提出呢，就是你们团啊把其他工作都停下来，那么所有演员集中，所有工作人员集中把戏排好。这个导演要求也是蛮好的啊，那么这样呢思想集中把戏能够排好吧。那么齐明呢为了支持我《千里共婵娟》的演出，他说王老师的事情我一定是要支持的。那他是确实蛮辛苦的，他是从那边嘛不好经常请假的，是吧？那边导演已经提出这个，我跟院长去打交道，院长说我也没有办法，导演的要求，是吧？那能够跟导演圆通的时候嘛就圆通，演出的时候一定是给你演出，那有彩排呀或者其他排练我就没有办法。那齐明他怎么支持我的呢？真是很辛苦啊！他在那边排好戏，就一部车子到上海，再到我们这里来排好一部车子又回去。哎呀，他们真是那么的支持我心里是确实非常感激的。那么我们越剧院是当然也是很大支持的一个单位，是吧？那么拿老生来讲呢，越剧院的老生现在舞群是好像比较出色的，但是吧有好多老生也是很好的哦。那么他来参加一个提升节，本来是不是是不是好请一点年纪大一点的了啊？那我想呢，我们青年越剧院也应该培养的，是吧？我们的老生还是不错的，所以他来演那个提升节，他们也觉得老师这个戏好像我分量够不够，他自己这样的。我说好的，你演。那么有导演给他排了以后呢，他自己也蛮高兴的，他高兴演这个戏，他也蛮努力的。导演这个鼓励，给他讲戏，给他排练，他蛮努力的担任提升节这个角色，我又蛮感激他的。他蛮年轻的呀，演这个戏是不容易的。
还有一些晚辈虽然没有机会开口唱一句，但也是全情投入，各种龙套和配角，哪怕只是几分钟的亮相，大家都认真严谨，一丝不苟。本来其实这次我是不参加的，因为我身体不太好，年前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手术，单位领导也很关心这个事情，那我就跟单位领导就是说，我说我强烈要求，我说我还是希望参加一下，毕竟老师的专场嘛。之前的排练我都没有参加，我是后期才进入的。那现在也是每天都要去医院嘛，所以医院和排练厅就两头这样子走的，也不算太辛苦。今天首演也是先在医院，好像是我看到你的朋友圈能发，今天首演也是从医院直接过来的吗？对，是的，因为我每天都要去医院，下午都要去医院，所以说排练的时候就尽量就是说避开我的就是医院治疗的时间，跟导演什么商量的。然后演出反正是晚上没有太大问题，那我就下午在医院，然后晚上就过来。王牌花旦辛雅琴，那雅琴呢，其实在我们排练的时候呢，她正在做手术，那么她其他的演出呢都是停止的。但是当她听说王老师在排专场的时候呢，她就向院里也向我们剧组提出说，她无论如何得上台表一表心意。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安排她和青年演员陈兰芳共同扮演了，就大家A、B 角的这个形式，共同扮演了这个上官婉儿这个角色。婉儿这个角色呢没有唱，只有几句念白，但是他们的排练每次都到，非常认真，这个是很让人感动的。主持人是红楼团的徐王组合新生代，艺术代代不息，师恩代代相承。这次没有唱，这次是主持的处女秀，所以这次也是非常的荣幸，因为接到这个任务，然后老师90岁举办这个专场，非常想出一份力，但没想到是这样一个光荣的任务，首次担任主持人是非常的有压力的，但是我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作为主持人能贯穿全剧，然后看每一位老师们的演出是非常幸运。这些剧目因为王派平时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都没有演过，所以也是很好奇，能学习到很多东西。主持人我真的还是第一次，还是很有压力的。我说，当主持人还不如上台演一则之戏了。我说，因为这毕竟不是我的专场，好多剧目都是我没有看过的，然后这个历史背景我也不太清楚的。那么通过那个稿子，我就很清晰的知道，当时老师们其实好多创作当中是很不容易的，也很多的小故事。王派的女婿，对，还是蛮荣幸的吧？我觉得能够受邀担当我们王老师的艺术专场的主持人，还是把压力作为动力，我尽可能的就是说把这场演出能够主持好。新生代的徐王流派的代表人物这个杨婷娜和李旭丹，那么他们二位呢，这次呢为王文娟老师呢是担任这个专场的主持工作，而且很多人说他们的主持非常的出色真的也是我看了我也觉得非常好。因为我之前自己做过主持人嘛，我觉得他们这次的表现真的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觉得真的，这次的专场，让我感受到就是有一点一家亲的感觉。王文娟老师是我们红楼剧团的创始人之一我觉得作为红楼剧团来说，义不容辞，应该把这个专场搞得很好。所以，我作为王老师搭档的学生，王老师可以说也是我的老师，我这衷心的祝贺他。我说王老师，你100岁的时候，我们还是在一副舞台相见。王老师也很高兴。观众朋友们，你们好。这次演出，因为我有几位学生呢都在外地，所以排练呢有时候比较仓促。有什么问题，大家看了以后，希望多提意见。第二个呢，谢谢我的观众朋友们，有的从国外过来，有的在我们香港过来，
有的在我们各地都管的，到这里来无私的为我捧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热热闹闹3天戏，惊艳舞台80年。大家齐心协力，克服种种困难，众志成城，解决各种难题。庆功会上，老宗师激动无比。那我这上次恐怕听不清啥嘛。这个有点，龙岗区自己对，听不见吧？听得见，听得见。我觉着呢，这个山上戏呢，而且呢只有3天，但是个日节呢，拖得是比较长。本来是去年5月份开始的演出，因为中间我呢动了一个手术，后来呢还是坚持办这个专场。在办的专场中间呢，有许多好人好事吧，有许多那个是非常感动的事情，我是点点滴滴记心头。我们整个主创人员的团队啊，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不是我们个人的作品，这是非常美妙的一个过程。王文娟老师作为一个卓有成绩的艺术家，大家非常的喜欢他。那么事实上，这是王老师对自己艺术历程，或者说自己艺术历程当中某一个阶段的一种梳理。跟王老师工作呢，其实挺开心的，因为呢，他工作非常的严谨，考虑的问题非常周全，有的时候还带有很多的浪漫色彩。所以有的主创人也说，跟王老师工作呢既开心，但是也有压力。实际上戏能够传承下来的戏和至今没有传承下来的戏都有它的原因的。但是呢，我觉得好的作品是要不断的打磨的。如果是有这个机会一次一次的给你打磨，那我想任何一个戏它都可以成为精品。老师他们，除了在艺术上他们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但是他们生活当中为人处事，他们真的是德艺双馨，真的是值得我们后辈去有学不完的东西。我觉得老师非常的谦虚，这个一点的确是值得阿拉学习，阿拉还学得还不够像王老师的那个标准。老师辣辣艺术上相当虚心，这个真的是美德。所以到后来演戏凭良心讲是成为伊是个人物性格化演员，的确一点也不假。而且我觉得这些老戏老头子呢，伊有一种阿拉中国文化传统的，有阿拉中国文化传统，还有一个阿拉中国的道德的一个传统，一个文化传统，一个道德传统，一个风俗传统。我觉搿里向呢有的交关些这个优秀的物事，是值得阿拉那个叫晓得，并且传承给阿拉那个年纪轻的一代。这次我们整个千里共婵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到最后阶段，差不多老师是天天到现场指导，别说是老师了，就我们都已经觉得有点体力有点耗得很厉害了，但是他依然是天天到现场指导，而且他也不马虎，绝对是从早到下午结束，每个环节每个细节他都认认真真的在下面指导观看，然后提出他的一些建议。他是一个在艺术上非常追求完美的人，但是呢，他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我老师吧，他非常的低调，他生活当中是比较随意的，他也没有太高的这种要求奢求，但是他的艺术，他绝对是他心中装着艺术，装着粤剧。如何传唱与传承那些即将消陨的经典，是整理挖掘恢复于舞台，其意义与价值不言而喻。
创排多少个市场前景未卜的新戏的同时，何不好好整理讲究这些早已被证明过价值与昔日舞台的老戏呢？观众们喜欢看的是这些老故事，喜欢听的是这些老调子。特别是趁着老艺术家们还健在，还能亲身指导的时刻，赶紧抢救下来，功德无量。人生还能有多少个90年？粤剧还能有多少个王文娟？虽说演了那么3场戏哦，因为我呢，这个戏是临时一个折子戏一段场时，一个折子戏一段场时，这样凑起来的，不是在集团里一个团排一个戏，那么团长说其他工作停下来集中排戏，我不是这样的。今天是杭州的演员有空杭州来，其他演员有空其他地方来，是这样的。那么是各方支持我，才把这个《千里共婵娟》这个戏能够演出。不但是那个演员，舞台工作人员，那个粤剧院的也很支持的，我非常感谢出版社那个对我的支持，还有呢戏剧教育会，还有参加工作的院团的领导，特别是你们，对吧？一直从我们开始排戏，你们是跟踪给我们拍摄，但是也是很辛苦的。排戏不是每天排的呀，有的时候排，有的时候不排。你们来了以后，我们不排了，是吧？你们不来，我们又要打电话请你们来了。那个，我也感谢你们。